一贯道成员山中义和性等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台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朱心亭与米粒园，山门五圣宫，附近社主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湖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五圣宫、供奉五大菩萨。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、活动照片、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、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。山中风景属世外桃源，名产有山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真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。由道亲设计，诚心同心建成。朱心亭米粒园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成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。期望圣益显观3600姓48000贤。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主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湖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以孤单前人义守大老仙的家乡关田乡社主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好老前人书籍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业三贤张曲成老前人及好老前人以单前人像，国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相片。